亲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我是喜信。现在为你进行的单元是阿公来开讲。今日节目中间，依然邀请到查兰法人真耶稣教会赖英武传道，伫咱的节目中间，甲咱做来开讲，讲一寡建议来提高人生的智慧。今日我想讲要来问赖传道，就是一句话安尼讲，因缘教，毋是每人教。啊，因缘天注定，毋是每个人较高行，这啥物意思？这个因缘教，毋是每人熬，意思就是你讲。虽然讲古早吼，这个要做亲情吼，拢一定要有媒人啦。啊，有人讲媒人喙好蕊蕊吼，真敖讲。嘿，啊，其实啦，这个人喙水好吼，嘛无一定做会成咧。这姻缘吼，姻缘其实就是讲夫妻啦吼，夫妻这个真好的关系哦，这实在是天顶的真神所安排。所以当缔结良缘吼，会使讲拢是天顶的神早就安排好好啊。好，毋是讲人的这个足够讲啊，人足够做，才一定做会成啦。啊，所以有当时啊，咱咧学了讲，哦，你这个人足够的哦，甲因做一对翁仔某安尼，哦，啊查某囡仔呢，遐水吼。啊，查甫遐缘投吼，啊，两个人搁遐适配吼，啊，感觉讲安尼，哦，这毋人真熬，啊，毋人有当时啊，伊家己嘛会谦卑啊。伊讲啊，因缘教吼，毋是每人教啦。啊，有话就讲啊，因缘天注定啦，毋是每人骹敖行啦。哦，安尼吼，你啊啦，啊，这人行来行去，哦，啊，遮讲遐讲，遮讲，直直讲，讲甲成。哦，这实在面是爱会一款的功夫吼。啊，所以有当时啊，咱嘛是爱感谢这媒人啊，真辛苦了吼。虽然讲姻缘是天顶的神安排啊，啊，其实啊，咱嘛知影，神安排这个婚姻嘛是爱有一个人啊，都在中啊，甲因牵线对吧？啊，所以这个媒人伊做这个代志啊，真辛苦，咱嘛是爱感谢伊嘛。哦，这是安尼啊。对于这两句中间，啊，咱赖传道毋知有啥物要向咱这青年讲话无？啊，我是咧感觉啦吼。今日这个世代青年男女吼，这拢是安尼一见钟情啦，啊一看啊就介意哦，啊我听讲啊，甚至有讲安尼，几十分钟啊就带去旅馆啦，哦，这实在吼，讲是有够凊彩，哦，啊咱也想到讲，都还无相捌的，烧啊无相捌，啊而且还未结婚呢，连订婚都还未，啊拢还未谈婚书，啊都有这个夫妻的关系，啊这种男女随便哦，实在足唔好。所以有的人吼去食到这个病吼，啊甚至死亡吼，这是足可怜的代志。啊，所以人吼应该有人的这个尊贵性。圣经是甲咱讲，人是神的囝，啊神的囝，你一定要真尊贵啊！真尊贵，咱会随随便便，男女都发生关系，安尼一点仔廉体都无，啊一点仔这个人的这个道德都无。啊，有的人安尼随便斗阵啊，过阵讲就讲放掉啊。哇，安尼都敢若叫耍笑的。啊，所以讲做人吼，咱要有人的尊贵性。啊，古早人真会晓守这个贞洁吼，就是讲因拢会当守贞操，啊无随便吼，甲丈夫以外的第二个人，还是讲太太以外的第二个人发生这个性关系。啊，这就是完全按照圣经的教训。所以咱这圣经内面哦，10条诫命有一条诫命是第7条，叫做唔通好奸淫，唔通奸淫，唔通犯奸淫啦。啊，奸淫的意思就是讲哦，除了家己的太太，是讲除了家己丈夫以外。若是有甲第三者发生性关系，安尼这就犯奸淫啦。教会都爱甲除名，就讲你无资格做神的囝，你毋是教会内面一份子啊，你无资格去天国啊啦。所以咱真耶稣教会吼，对这个守这第7诫嘛，真严。所以男女吼一定爱真谨慎家己，啊，结婚以前吼，毋通随便甲人这个交往啊，是发生什么肉体关系吼，这在教会内面是无稳准的。所以男女之间哈，应当爱按照真理来行，啊来建立一个美满幸福家庭。就圣经内面希伯来书内面所讲的，讲婚姻人应当爱尊重，曾也唔通玷污，一日苟合行义的，神的甲别个心嘛。啊，伫这个一般的言语中间，也有咧讲到牛郎织女结连理，伊个啥物种会当互咱学习的所在。啊，这个牛郎织女的故事吼。这是咱中国的民间故事。敢实在有这个代志？啊，这有啊无吼，咱该判断应该是无可能。啊，当然，足侪人拢定啊，咱讲中国人的情人节就是农历的7月初7，啊，就是讲哦，牛郎甲织女吼，啊，因两地相思，啊，一个伫东，啊，一个伫西，啊，到7月初7才会当见面一摆。
所以才甲定讲，农历7月初7是情人节。不过其实咱甲想看嘛，这敢有可能？这是民间的一个传说的故事而已。不过有一句话叫做咱学校所讲牛郎织女结连理。这句成语是咧甲咱讲啦，讲有个人参照牛郎甲织女，安尼两地相思，遐尼相疼，到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会当斗阵做夫妻。这实在是真幸福的代志啦。圣经内面有记载一段故事真趣味啥物？那是记载这个创世纪的29章内面。因为古早这个以扫甲雅各因是兄弟啊，但是以扫因是先生出来雅各较慢生出来，因是先生囝咧。这个雅各想要做大囝，所以有一摆趁着因哥哥帕拉倒转来真忝的时阵用红豆烫甲饼就将这个公主的名甲换来。了后佫去先做伊的哥哥，去互因老爸甲祝福。所以因哥哥真生气，要来杀伊。雅各就逃走，逃走到因母舅的厝内。来到因母舅遮看到伊母舅两个查某囝，大汉的叫做利亚，细汉的叫做列结。这个利亚大概这个目睭较无遐水。哇，这列结生得足水足水。雅各一看到列结就哎呀，人拢爱水的。所以咱这少年咱甲看拢要选着较水较水。进来让我拍算着。拍算讲一定要甲带着。所以就甲因阿舅讲啦，恐怕为着你细汉查某囝列结你嫁互我做太太，我甲你服侍7年啦。因阿舅讲你嫁互你较赢，嫁互别人啦。你会当甲我大就上好，我这都欠骹手。怎样？这个雅各就住在这个因母舅这个所在服侍7年。服侍7年了后因为伊深爱列结所以将这7年看作鬼工共款。伊安尼等就是等这日子，一到赶紧跟阿舅讲日期到啦，我要甲伊结婚啦。就办着摆宴席，请人家来食。到这洞房花烛夜的时阵，到底阿舅安怎做，咱是唔知影。不过过灯透早，这新郎发现讲，哎呦，新娘那是别人。新娘那是列结的姐姐利亚。伊就比较姑家搞法，多7年做法，直直就是要娶列结呢。因阿舅甲讲咱这规矩你敢唔知？你大查某囝还未嫁袂使将细查某囝先嫁互来人。这是阮这规矩啦。无要紧啦，无要紧啦。过7日了后你才来娶列结做某啦。无要紧，你只要搁甲服侍7年就好。所以因这个阿舅用一种诡诈的方法叫这个雅各住因兜搁加做7年啦。所以讲为着爱安来做实在是了不起，这雅各甘愿啦。所以伊有娶到列结做太太会使讲牛郎织女结连理食做夫妻啦。不过咱为这中间会当了解一项代志，就讲足奇妙的啦。这个雅各确实是神的百姓，真敬畏天顶的神。准伊若无敬畏天顶的神，7年中间当一间厝，还是离无外远足近的一个所在，住斗阵嘛。照讲对这个伊的这表小妹应该足熟悉才对啦，应该伊的声还是啥拢了解。哪有可能讲洞房花烛夜讲唔知影讲新娘是别人，那叫阿舅骗？这个咱会当了解。这个雅各真守道理，真守规矩。7年的中间，伊唔敢随便去甲表小妹伤过亲密，还是讲安尼谈情说爱，所以伊对这个表小妹无真了解。因安尼洞房花烛才袂发现讲新娘是别人。这也是甲咱做一个真好的模范今日虽然这个时代咱感觉讲这个男女真随便无错，但是咱会当参照圣经安尼结婚前男女安尼真谨慎无随便，以后的婚姻一定是足幸福的。感谢咱罗兰就今日甲咱讲了这3项言语中间的一寡真理的智慧，互咱现代人的这青年男女会当更加明白婚姻应当安怎来建立。咱感谢罗团队。愿咱有情人终成眷属。当你基督的心为心，在基督里彼此勉励，使我有相同安慰的爱心。当你基督的心为心，有生命，有慈悲怜悯，使我有满足的欢喜。
以基督的心为心，有生命的慈悲怜悯，使我有满足的欢喜。贴心贴近神的怀里，使我能与主你相亲。贴心贴近神